約翰福音12:46節按樣講到，耶穌講：我來世界裏的就是一個講。嗱，為了咩呢？每一人相信我唔會hết thảy在暗裏殺。嗱，係講這個相信主耶穌，這個世間要講羅行，2025年這個唔會講，冇辦法在前面，因為都要講羅。嗱，所以這個係勸前耶穌。佢咪講自家啲嘅路途，詩篇16:11按樣講到，你講我啲前面嘅路途，生嘅路途，在你嘅面前要盤人出嘅喜樂，要盤人出嘅要父母嘅喜樂，在你嘅受嘅啲本嘅都時常要享受上帝嘅恩典，享受嘅喜樂。享受嘅平安，享受嘅開心，嗱，攏總得到上帝嘅恩典，在屬靈裡面，這個得到真理，嗱，在讓人這個來依靠主，盼望並在上帝嘅喜，佢為講這個啲這個前面人奔行，前面人奔走，佢帶這個真理，佢帶個德性，阿門。